来甲安倍晋三来致哀，总统蔡英文来下令，总统府甲政府各级的机关，今仔日是降半旗一天。蔡总统早起嘛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，甲安倍来念香。蔡总统留言来写讲，安倍是台湾永远的好朋友。咧致辞的时阵，嘛真感念安倍对台湾的贡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拄宣布要来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，嘛去甲安倍来念香，对安倍促成到日本送3剂疫苗予台湾表示感谢，嘛真感恩安倍替台湾加入国际组织。6点升旗典礼，总统府降半旗，各级机关在河龙已经降一降半旗，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。总统蔡英文嘛去日台交流协会献花思念。伫咧留言板写台湾永远的好朋友。蔡总统致辞时阵嘛特别感谢安倍晋三对台湾友情贡献。在这里，我要代表政府与人民，向安倍前首相的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。他更是台湾的好朋友，大力提升台日关系，对台湾的友好与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来到现场致意，前一天才接受董丁调导致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嘛同齐做伙来，不断的为台湾发声，甚至于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。疫情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特别奔走出很大的力量，让日本政府能3度送台湾最需要的疫苗。他是我们永远的朋友，不管在以前在国际上，或者我们在公卫体系上面，那替台湾发声，而且是分量相当的足够。政界重要人士拢归致意，对安倍前首相不幸过身，都感觉真不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